南投县同乡会伫全国17个县市以及中国华东地区拢成立据点。透过同乡会的成立，除了会当排解思乡之苦，嘛会当凝聚向心力。台南市南投同乡会创会30年来，伫历经10位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同乡会以互相帮忙的精神，团结乡亲的力量，服务社会，力挺公益，办理过侪场关怀的活动，就是希望会当为台南地区尽一份心力。非常开心，我担任30周年庆的这个主席说真的，内心里面很澎湃前面在座的各位有几位，我们的荣誉理事长都在这边都来了其实我们感谢所有的前理事长以及我们的荣誉理事长，尤其我们这30年来，我们有10位，我当中50位理事长，我们的会每一次办的活动，参加的人都非常踊跃，所以我当理事长的，这一点我都很欣慰。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台南市南投同乡会所有的乡亲，谢谢你们。各位呢，在工忙之余，事业发达的呢，都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一些老人家，还有孩子的奖助学金大家都是人间菩萨都非常的有善心义举。今年拄好是台南市南投同乡会创会30周年，主办单位特别扩大办理庆祝的活动，邀请其他各县市同乡会以及友会共同来同乐，场面非常的热烈和欢喜。同时，也因为南投同乡会热心公益好名声，就连市长黄伟哲、立法委员林景、服务处执行长朱正轩、议员柯志春、李启伟、市长是秘书林依婷，也拢特别来到现场致意。不管在防疫工作上，不管在社会福利工作上，还有在许许多多社会公益的工作上都到处都看得到我们南投乡亲的影子。在这边要代表台南市188万市民来一鞠躬，谢谢各位乡亲的帮忙。30周年庆，我想不管说是对一个个人来讲，还是对一个协会来讲，都是非常意义重大的。对个人来讲叫做而立之年那对协会来讲，一个行会这样子前辈这样子累积30年的能量。然后今天呢，可以看到我们全国各县市的这些友会，大家齐聚一堂在现场。我想今天是真的非常意义非凡。台南市南投同乡会每当办理新春团拜、母亲节校庆的活动、中秋节联欢晚会以及会员大会，颁赠乡亲优秀子女奖助学金。理事长陈嘉义表示，音乐会虽然无大，但是较真健全、真温馨。乡亲的人数无济，但是真团结、真和谐。这次借由30周年的光环，望未来30冬会当更加积极努力认真，让台南市南投同乡会更加成长。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